来看这个高雄桥仔头科学园区呢，是按算今年底要正式来启用。即阵已经有26间的厂商来投资设厂啊，也那中央呢嘛来投入137亿来做当地的公共建设。这南科管理局今仔日也来举办记者会，说明目前招商的成果。现场的状况，咱交予台记者柯嘉如。是主播，对家己开始一直到屏东，中央按算要伫南部打造一条半导体的十走廊，其中位伫中心点占地262公顷的高雄桥仔头科学园区，准备年底要正式启用。包括半导体、智慧机械等等，即阵已经有26间厂商来投资设厂。南科管理局也特别举办说明会，向各界了解目前的招商进度。科学园区我们其实都已经采同步开发、同步建厂的作业方式。所以，国土署在居登工程进行的当中，我们也同时招商。如果厂商有急用，它也同步建厂。所以目前已经有核准26家的科学事业厂商，可以入区。然后目前大概有7、8家厂商也已经在建厂当中哈。桥仔头科学园区一定会提供11000个就业机会，一年产值估计有1800亿。为着要营运到时，会有大量的人口涌入来，中央也投入137亿来做当地公共建设。期待桥仔头科学园区的启用，会当带领地方做回发展。以上是现场的状况，咱从镜头交予主播。